TDR 台湾准确凭证伫证交法，敢算是有假证券，一直有争议哦。嘛捌有投资者防以违反证交法判重刑，所以有民间团体就一直呼吁讲，应该甲 TDR 明确纳入法条，避免佫发生争议的判决。早起立法院嘛针对草案进行审查，经管会嘛强调讲 ，TDR 是有假证券，违法必须要负刑事责任。 台湾准托凭证 TDR 是毋是属于台湾，或者是外国有价证券的认定典权，一直拢有争议。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早起排审《证券交易法》第4条甲第165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，暗过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反对这项修法的立场。TDR 本身既然在证交所或是柜台买卖中心上进行上市上柜的买卖，就应该适用证交法。也认为说 TDR 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被核定为证券交易法上面所谓的有价证券，所以它根本就没有适用上的问题。 TDR 会加做讨论是上大争议。伫1987年，台湾议员属于动员戡乱时期，为避免外国有价证券走私到台湾了后无管制，财政部特别发布第900号公告，也就是外国有价证券进入台湾，也受台湾证交法的规范。有立委就认为 ，TDR 本来就是有价证券，即卖佫明定伊是有价证券，原因到底是啥物呢 ？TDR 从炒作被检察官起诉，总共有4个被告了哈，其中3个都已经判刑定谳了。原来它就是有价证券，现在你还要一个明定说它是有价证券，原因在哪里？是要让法院有一个理由说，你看现在才明定，所以以前是不是有价证券是有争议的，要有这个有争议的空间，让他可以达成他可以改判的理由嘛。我也很遗憾，有些持着跟主管机关类似的意见的人，都被外界有一些我觉得不合理的。金管会政企局也表示，保持免受罚、无违宪、无违反人权等3项原则，不管是国际上认定的，也是宪法法庭做出的判决 ，TDR 真清楚就是有价证券。那牵涉不法操作、操控有价证券的交易行为，都要负刑事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